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7月16号，合神心意，为主所用。哥林多前书16章1到12节，其中第10节这样说：如果提摩太到你们那里，我希望你们好好地接待他，使他安心，因为他跟我一样为主工作。今天来到16章，跟前面15章很不一样。前面的经文很多的问题、回应、教导跟对子，而来到了第16章，保罗他散发出一个牧者的爱跟叮咛。在这里他讲到哥林多的教会很像是一座孤岛，过着独居的生活，自我感觉很好。他们自以为是有智慧真理，自以为信心比别人强，看不见别人的软弱，而任意自己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，甚至于在恩赐上彼此增进。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恩赐，但他们没有办法连结。保罗在今天最后也是所谓的交代吧，来交代什么呢？其实最重要的，他是要让他们活出一个属基督的人应该要有的生命气质。那首先的核心就在11节说，所以不论谁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。这个他是谁啊？当然是年轻的提摩太，也就是他们藐视了这一个年轻人。保罗切切的来提醒，给他们指出一个出路啊。13节这样说：你们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是我们要活出上帝话语里面让人感到温馨，让人感到我们是可靠，是可爱的，而不是可恨。在这里有具体的表现哦，在1到第4节说愿意捐钱，在第1节就讲到，因为哥林多教会虽然非常的富有富足，但是他们不懂得如何来捐赠，帮助身边的人。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来，但哥林多教会却没有纪念他们的源头，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正遭遇到逼迫，需要金钱的帮助。然而哥林多的教会非常富有，却没有行动，甚至于他们还不信任别人，不信任保罗管理金钱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教导了哥林多教会要信任权柄，要捐书奉献的事上，因为彼此帮助是上帝给人给我们的一个交代。在旧约里面也讲到犹太人他们更有这样的观念哦，就是帮助穷人，其实你是借钱给上帝，但英业牧师应该要这样讲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的，那所有权是上帝，我们不过是管理，我们是一个管理的人，所以我们需要尽那个尽忠，我们必须要是一个忠心的管理者，就是哪里有需要，我们要把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要给出去，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，是从神来的，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一些分出去，因为我们既然是互为肢体，我们不是只有嘴巴说说没有行动，
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爱人，但我们却不会愿意为别人来付出，这个神要算账的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不只是在金钱，在第5到第9节继续说啊，你们还要怎样接待人啊？说愿意与人同行，而非独来独往啊。这里讲到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到你们那里去，与你们同住。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可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天啊。同住跟送行是很普通的接待，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不懂啊，他们还不懂得怎样，还不懂得留心人家的需要。所以保罗他也教导说，你们要成为可爱的人啊，不要变成不可爱的人，要懂得表达感恩，要明白别人的感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心的行动固然好，但是我们沟通怎么样讲也是重要的哦，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。这是今天保罗也再次提醒我们的。我相信今天你要面对的环境事情，需要今天保罗所说的这几件事哦。主要祝福我们成为一个可爱，使我们真的是让人可敬的，因着我们所信靠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使用我，让我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，在社会，在工作上，在家庭，在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都能够彼此帮助。我们兴旺上帝的福音，见证主你的大能，见证主你是爱，让我们活出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主的爱，因为爱带来的力量是使更多的人能够蒙福的，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。愿我们今天就实践主的爱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可以来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哦。我们明天见。